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1年1月20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86篇，创世纪16章第1节到14节，路加福音18章15节到17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进入天国。你有看牧师前几天穿的衫，甲今日穿的衫差真济吼。今仔日又搁变冷啊，明仔载搁较寒请大家来穿好好势穿好烧保护家己。咱咧讲进入天国是基督徒一生的目标，是咱终极的目标吼。但是咱要问讲，什么人会当进入天国啦？照理来讲，若是照圣经的讲法是讲，每一个人接受救恩的人，拢会当进入天国，会当得救嘛吼。亲像约翰福音3章16节、17节所讲的，上帝疼世间人，甚至将伊的独生子赏赐互因叫一切相信的人无至到灭亡，会得到永生吼。因为上帝找伊的子来降生，毋是要定人的罪是要互人因为伊来得到救吼。这是圣经甲咱讲的代志吼。18节佫讲，信伊的人无互人定罪，无信的人已经去互定罪吼。所以咧讲到即个要入天国，基本上是真清楚的一个条件啦吼。但是事实上，亲像今仔日的经文路加福音18章17节所讲的，迄个条件也是讲迄个理解顶悬又佫无啥同款啦吼。因为照耶稣所讲，囡仔要承接上帝国的，若无亲像这细囝，决断袂通入去啦吼。耶稣基督强调，咱必须爱亲像囡仔吼，这细囝甲因共款，才会当承接天国，也是讲咱讲进入天国啦吼。这个细囝是讲这个囡仔，咱用3个角度来思考啦吼。这个囡仔是上帝一个应允啦吼。上帝耶稣基督应允讲，亲像囡仔就会当入去天国吼。但是咱讲到圣经内底咧讲到囡仔，是讲后代，也是讲囝，基本上是上帝所赏赐互人的一个特别的礼物，也是福分啦吼。咱看到以实玛利以撒，这是上帝所赏赐互亚伯拉罕的吼的福气。咱看撒母耳是上帝所赏赐互汉娜的恩典。洗礼约翰呢，是上帝所赏赐互即个祭司的家族拿利亚即个家庭的。咱圣经内底有真侪即种的例啦吼，会通讲是上帝互人特别的应允，也是讲恩典，也是讲福分啦吼。第二个，咱对囡仔的即个代志顶悬要来看到一个真重要的代志，就是传承啦。是安怎上帝爱互亚伯拉罕，爱互即个汉娜，爱互即个阿拿利亚，因有后代照咱头前所讲的，为什么是福分？是因为有传承所以你看以色列人若咧讲上帝时，会讲安怎亚伯拉罕的上帝、以撒的上帝、雅各的上帝，这是种传承啦吼。所以囡仔来到主的头前，这提醒咱另外一个角度来提醒咱信仰教育的重要性。咱知影生命有限，但是上帝却是永远的。所以咱要安怎将服侍的生命延续落去？这是咱基督徒所爱思考的问题，也是讲教会所爱注重的代志。耶稣基督讲，用阮细囝就近我，无得禁因，因为上帝国是即个人的。用阮遮的人来就近主，就近主毋是讲坐喺头前安尼听故事有咧涂骹安尼尔呢。迄个意思是讲来学习军队主吼，学习军队主。
耶稣讲，因为上帝国是即个人的啦，若毋是囡仔的形，咱就袂当入去啊。即个人的是亲像囡仔的吼，这里面咱是讲到第三个啦吼。所以，这个囡仔是被上帝所接纳进入伫上帝国的人。亲像咱讲，小小的撒母耳，伊自细汉就去圣殿学习，服侍敬畏耶和华上帝共款。所以，咱伫教会内底爱重视迄个传承啊。第三是特质啦。耶稣讲，既然承接上帝国的人，吼，承接上帝国的，无亲像细囝的决断袂得通入去啦。所以，咱爱有囡仔的特质啦。囡仔特质是啥？就是单纯，心内清气。咱昨讲到奉献的时阵，有讲到迄个五块饼两尾鱼，迄个囡仔，牧师嘛有讲到讲，当所有的大人拢目睭金金咧看别人的时阵，敢若即个囡仔安那，将伊身躯顶咱讲吼，输状的五块饼两尾鱼摕出来奉献，无砍掉的。牧师昨请咱来思想，就是讲，敢真正所有的大人拢袂晓得为家己准备物件食吗？所以，即种单纯的特质，才是入去天国、上帝国的最重要的条件啦。所以，进入天国，咱不但是需要接受救恩，佮爱参像囡仔即种的单纯。有安尼特质的人，就拥有了上帝国、上帝所为咱准备的天国啦吼。咱对第二个角度来看的时阵，基督徒应该爱亲像耶稣基督对门徒所要求所讲的，毋通拒绝囡仔来就近伊。也是讲，搁较进一步来讲，就是讲，咱必须爱接纳囡仔，会当重视即个传承，然后才会当甲即个囡仔做伙啦进入天国。传承的工作无容易。因为真侪时阵，咱咧破坏家己的价值观、判断咱的偏见，然后接受遐个咱感觉讲还佫无够佳人，咱认为佫无完美的服侍，也是咱伫制度顶悬感觉讲伊也无够格，囡仔人无有耳无喙。咱的理想中会迫害礼拜庄严的人。但是毋通袂记住，咱毋是上帝，服侍也毋是咱的专利，天国较毋是咱所专属的，因为咱无像法利赛人会去讲，我是选民呢，哦。上帝国想需要互遐心内单纯的人啦，所以颠倒讲，咱着爱倒转来学习囡仔的特质，单纯的性格，听咱主的话。咱做伙来学习进入上帝国吧。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1年的1月20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86篇、创世纪16章1到14节、路加福音第18章15到17节。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进入天国。大家如果有印象，可以感觉到牧师前几天穿的跟今天穿的衣服很大的不一样哈。最近的天气变化会非常的大啊。那今天突然间冷下来了，明天要下雨哈。好，请大家要多穿衣服，穿暖一点啊，保护自己哈。OK， 我们在讲到进入天国了哈。其实进入天国是我们基督徒一生的目标，也可以说是终极目标。但是我们必须要问一件事情，是说谁可以进入天国？按理来说，还是说从圣经的角度来看，应该是说每一位接受救恩的人都可以。
就如同约翰福音第3章16到18节的经文这样说：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信他的人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罪已定了，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。 OK， 所以这个是我们所知道的一个条件了，就是说只要接受独生子，上帝独生子是救主的时候，就必得救。 OK， 可是今天的路加福音18章的17节，耶稣基督就讲了另外一个条件，这个条件有点不太一样。他说凡不像小孩子一样的就接受上帝主权的人，绝不能成为他的子民。好，耶稣基督强调是说，我们必须像小孩子一样，这样的人才能够承接天国，进入天国。那我们要思想一下小孩子的意义，在圣经里面，我们从3个角度来看呢。第一个是小孩子身上，我们看到是上帝的应许。小孩子是上帝赐给世人的特别的福分，比如说，上帝赏赐以实玛利、以撒给这个亚伯拉罕，赏赐撒母耳给哈拿，赏赐施洗约翰给祭司亚拿尼亚。好，那还有其他的人也是这样子哈。上帝给人特别的应许，给人特别的福分，透过赏赐他们孩子。第二个角度，我们要看到一个是信仰的传承。我们说传承这件事情，耶稣讲到说要让小孩子到他的跟前来。那我们想到说，为什么前面说的这个亚伯拉罕有了以实玛利，有了以撒，哈拿有了这个撒母耳，那这个亚拿尼亚祭司他有了施洗约翰，为什么？其实就是传承嘛。所以以色列人说，亚伯拉罕的上帝、以撒的上帝、雅各的上帝，这是一种传承。所以小孩子到主的跟前，提醒我们的信仰教育的重要性，也提醒了我们是生命有限的，可是上帝却是永恒的。我们如何将服侍的生命继续延续下去？这个是我们基督徒或是说教会应该重视的事情。耶稣基督说，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，不要阻止他们，因为上帝的子民正像他们这样的人。上帝的子民是像小孩子的，不是，他没有说像大人哦。所以要让小孩子能够进到上帝的国里面，不要阻止他们。因为耶稣又说，上帝的国的子民正像他们这样子的人。我们如果不像这样子的，我们等一下要讲特质，我们就不能进入天国。他们是被接纳进入上帝国的人的特质，如同小小的撒母耳一样，他受预备了，进入了圣殿学习、服侍、敬拜上帝一样。那我们要讲的是特质啊，耶稣说，凡不像小孩子一样接受上帝主权的人，绝不能成为他的子民。这是什么特质？其实就是所谓的单纯，心理纯洁。我们昨天谈到奉献嘛，那我们也谈到五饼二鱼的主角这个小男生呢。当所有的大人都眼睛睛看着别人的时候，装作没事的时候，我们牧师邀请我们想一件事情：所有的大人都不会为自己预备东西吃吗？大问号。
但全部的人就只有这个小男生，他有动作，他没有把东西私藏起来，他不常吃，他就怎么样，就很单纯的将他自己身上所有的一切奉献了出来。这样的特质的人才能进入上帝的国，天国。进入天国的人不但是需要救恩，这是第一个条件啊，能够接受救恩，更需要像小孩子一样很单纯的人。有这样特质的人就拥有了上帝所预备的天国，因为经文说的天国是他们的。再从第二个角度来看，基督徒应该要如同耶稣基督一样，对这个门徒们所提醒要求的，不要拒绝小孩子来就近他。换个角度来看，就是说，如果我们能够接纳小孩子，能够重视信仰传承、服事的传承，那我们就能够与这些小孩子一起一样，成为进入天国的人。传承的工作其实是不容易的，因为我们需要打破自己的价值观、自己的成见、自己的判断，然后接纳那一些我们觉得不够格的、不够完美服侍的人，或是说在教会制度上面认为还不够格的，我们说台湾话说的囡仔人有耳无嘴啊，我们的理想可能会被迫害的这种礼拜的庄严，这样的人，但是不要忘记，我们不是上帝，服事也不是我们的专利，天国也不是我们的专属，而是上帝赐给那个心里单纯的人的。所以我们反倒要学习小孩子们的特质，单纯的信靠，心里很宽宏的接纳别人的。所以这里邀请我们一起努力学习进入天国。